我點解覺得呢一個殊榮呢係俾我覺得係好深嘅感受，同埋係特別係珍惜呢？係因為樹人嘅兩位即係創辦人係一直以嚟呢都係社會上邊我係非常之崇敬嘅教育界嘅人士，因為佢哋係窮畢生嘅精力，將自己所有嘅資源時間係投入一個偉大嘅教育事業，而且呢係要承受住一啲俾大家覺得呢一種理念會唔會係一啲比較守舊嘅理念呢？然而佢哋並冇因為呢樣嘢影響佢哋。我父親曾經一段時間咧，即係特別係日本侵華嗰一段時間咧，佢係離開咗鄉下，即係我嘅鄉下潮州啦，去咗廣州。佢喺廣州幾年咧，就係做翻即係我哋屋企裏面咧係一直做嘅工作，就係藥材，做咗一段時間嘅藥材鋪嘅所謂掌櫃。到後來我自己咧都抽咗2年嘅時間，以兼讀嘅形式咧係去讀咗中醫嘅一啲基本嘅理論。偏偏咧即係我又係一個西醫，咁西醫係講即係一啲即係講嘅一啲係科學，西醫係辨病，中醫係辨證，而且中醫背靠嘅文化都係一啲中國傳統嘅道家嘅哲學。兩方面咧，你可以表面上睇咧都係即係好難互相匹配同埋融合嘅，咁但係正正就係咁咧，就我哋覺得有個需要將中華文化裏面嘅智慧結晶咧，係能夠係同西醫現代講求科學實證嘅精神咧去結合，因為唯有呢一個方法先至能夠咧，讓到中醫同埋現代嘅醫學或者其他嘅醫學體系咧，能夠一齊發揮，一齊喺病人身上能夠達到我哋現代所謂結合醫學嘅精神，咁樣先至係對病人嘅福祉係最好嘅做法。中國人咧比較注重一個整體嘅利益，即係我哋所謂哲學裡面嘅最高境界咧，係能夠令到天下人人都係即係得到一個幸福。西方嘅文化同我哋咧喺呢方面嚟講咧有幾大嘅衝突嘅，因為大家都會睇到咧西方嘅文化咧係好注重個人嘅主義，個人嘅自由咧係可以凌駕一切。作為一個醫生嚟講咧，都會睇到呢個分別。我哋香港嘅醫護人員咧，譬如好似頭先講到嘅沙士嗰陣嘅專業精神，其實就係一個咧犧牲自己，係去為整個社會係服務嘅一種精神。我哋就算要爭取自己嘅利益咧，都唔可以以病人作為一個棋子，或者以病人嘅利益去犧牲嚟到達至到我哋自己嘅利益。如果將呢件事擴大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就算我哋嘅國家喺對待其他嘅國家嚟講咧，我哋都係秉持一個互相尊重、互相平等，而希望咧係大家都係一齊發展嘅理念，係唔會任何都係話以我哋自己作為最大，以我哋嘅利益作為至高無上嘅原則。咁我相信呢啲原則咧，喺我自己即係做人，無論係做醫生或者係做行政管理喺政府工作咧，我都盡量希望能夠秉持呢啲原則。我哋國家嘅發展咧，我相信建基於一個咧，我哋能夠係秉持翻我哋中華文化裏面呢啲一啲即係大同嘅觀念，中庸之道，仁義嘅作風，大愛嘅精神，去結合翻
即係我哋喺現代化嘅過程裡面呢，係點樣能夠吸取西方嘅一啲科學嘅精神，我哋樹人呢嘅一啲中國傳統嘅哲學儒家嘅思想，其實呢係喺當今嘅世界之上呢，其實係唔止應該係為我哋中國人所用。我哋如果係希望唔係淨係中國好，而係全世界都好呢，我哋其實好應該將呢一啲文化嘅精髓，我哋嘅中華文化裏面嘅思想嘅道理呢，係去同世界其他嘅國家、其他嘅人去分享。即係每個人呢都可以喺佢即係能力之內係去追尋佢自己嘅夢想。但係最後呢，我自己覺得呢，佢個夢想都要回歸返自己嘅生活、自己嘅家庭、自己嘅社會、自己嘅國家，係睇下你自己最後呢係能夠點樣做一個人，係做一個對家庭有用嘅人、對社會有用嘅人，同埋對國家有用嘅人。